爱吃盐嘅声音呢，会吃到较快乐。做得自家解决问题嘅声音呢，都有自信。也係伊嘅聲音呢，副藝術節節目。也歸大家愛對總鋪出發，去到北台灣同南台灣挑戰。揭實表中浪上山落海，喺競爭同合作當中，考驗大家嘅耐力、體力同智慧。來，聽聽人向下去各地探險。上一集兩歲去到台南同基隆接受挑戰，細毛嘅嘴入到按摩師所嘅北門鹽龍去尋落古年兒。出門看天色，入門看月色。接來係去體質豐富嘅和平島公園來探險，一下北台灣係阿友眷兩線，韓國南台灣區係年紀輕細阿姨強結婚慶功。味道吃起來比較好吃。今日細毛愛來認識鹽油暗動物嘅功能，唔啲鹽爐做得做豆腐花麼？為什麼要加鹽滷？因為鹽滷這個25度的海水啊，它裡面的一些礦物質跟豆漿蛋白質，在遇到熱的時候，它就會凝結，形成我們在吃的豆花。那它是早期拿來做豆花用的一個天然的凝固劑。它是100cc 的豆漿就1cc 的鹽滷。所以當我們放完1000之後，我們就需要去量10cc 的鹽滷。等一下你們就是鹽滷到10cc，然後先放豆漿，然後再放鹽滷。那我們就攪拌一下。那倒完豆漿，試試上面會有泡泡，把泡泡給撈掉。撈掉之後，我們再拿到電鍋去蒸，這樣就可以了。直接到我。你要平放，你到。快到了！好到了啊！你看我啊，還沒到了啦，還有一顆，沒有啦，泡泡也太多了吧？沒有，要先攪拌。我知道，用攪慢一點，不然泡泡會很多。要把它們拿掉，泡泡讓你來用。你是要先把漂浮的部分。就是沒有很邊的，先撈起來。都調配的差不多的時候，把泡泡也撈乾淨了，就可以放進電鍋裡面蒸。兩次都老做到半爛餐的豆腐花，並到天鍋嘅底度蒸30分鐘過後，就會有熟嚕嚕嘅豆腐花了。希望不要有那些洞洞。啊，對呀。然後希望大家喜歡，耶！哇，張組合嘅豆腐花濕嫩悠悠，看起來都像顏色，唔知咩是乜樣嘅呢？好吃，就軟的，然後有點鹹，然後有淡甜味。用鹽滷同豆奶做出來嘅豆腐花，甜甜又有一些嘅鹹酥，食起來都有滋味豐富，同平常時食嘅豆腐花都冇兩樣哦。按好食的豆腐花先留等，等一下還有任務要用到哦。提供你的會考生。綠色、藍色。先來進行一個同黑花色還有鹽有關的任務，各種色都有會寫成的鹽。哇，有得咧要動到無窮色的寫成鹽麼？特產人聽說愛做定黑花的指令，就順序留正確的寫成鹽變到紅的度，3人都按錯就得到1分。黑色、藍色，我要找白色跟藍色。綠色、甘味色，貂彩色、粉紅色。我會請貂彩色，然後粉紅色。甘味色、貂彩色、水紅色、白色，唔會用黑話講出要到什麼啊？白色、藍色、綠色、甘味
色。风炉发射细声音，变到红的杜方冻浆呢，两嘴都冻呛，做青烟醋各加1分。OK， 将做好嘅豆腐花同牙干细声音都係下年嘅任務要用到嘅東西，也下我來考驗大家嘅溝通能力了。用東西去揾東西，兩嘴用豆腐花同細聲音去同菜天然交換東西。青色愛揾300，青米天錯愛揾到食材。先完成任務轉來嘅得2分，然後一嘴得1分。比賽開始，唔知哪嘴較會溝通，先來看那風吹嘅表現。我們今天有一個任務，就是要以物易物，然後我們想要跟你換一些東西。換什麼？換豆珍珠。我們可以換飲料嗎？可以啊。好啊，然後這個是我們今天做的豆花，就彈彈的，非常好吃。青草茶，我們想要換青草茶。豆腐花溫搶醋茶，按你衡算以公平。沙丁加到來到順豐嘅市場，會在個順序揾到東西冇？你們誰要講？你啊。好。你要做什麼？就是我們是客家電視台，然後我們有個任務就是要以物換物，所以可以跟你換嗎？你要換什麼？我們就換水果就好了。你要拿什麼跟你換？還是冬瓜好茶？了好了，好3個給你。謝謝。謝謝，非常謝謝你。謝謝。年紀輕細嘅阿姨搶同位溝通，順時同風吹成功揾到200。家家來看那6吹揾到乜雞？這邊應該有住戶。那是幼兒園。對，可是幼兒園可以換嗎？那我們現在有一個以物易物的活動，可以跟我們換。這個是剛剛去那個台南鹽田親手做的那個沐浴鹽，然後這是我們親手做的豆花。對，它是用那個沐浴鹽慢慢一層一層疊上去的。然後如果你本身是喜歡泡澡的話，可以加進那個浴缸裡面，然後就可以舒壓一下。但是你不太喜歡泡澡的話，你可以拿到窗邊擺飾啊之類的。然後這個就是我們剛才現做的豆花，現在還熱熱的。 6吹所烘嘅東西彈起來當上癮，唔知我哋幼兒園嘅揾到乜雞？哇，好棒哦！那你想要豆花嗎？新鮮嗎？對。好，給你。那豆花我跟你換這個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可以。好，那先換一碗豆花。好，豆花很好吃哦，好好享用。我這個呢是運動水，全新的，你看這個還在，對不對？對呀，好棒全新的沒有。看你的豆花。好，謝謝。啊，謝謝。用東西來交換東西，可交嘅素材，除咗聽錯愛同對方溝通以外，還愛打心理戰，愛看那客戶會到送風嘅需求冇？沒有耶，沒有不勉強。對。那不然我就是選這個吧。這個好，那你打算用什麼東西跟我換呢？有什麼東西哦？好，你願意嗎？同意嗎？快點，可以嗎？這個可以換哦。好，你拿過去吧。你來看1年級可以用的東西。拼圖，然後還有筆記本，拼圖、筆記本或者是水壺。水壺有了。那我要這個，那你要拿什麼跟我們換呢？看你我這邊的東西都可以換。好，我們來看看吧。大家見來見強了，唔但請曉得隨手自家所烘嘅東西，咪同時會問對方嘅需求。6吹已經順利拿到保濕霜呢，唔過佢哋竟然還唔滿意，決定要繼續去揾。再個陣到風吹，佢哋都得用奇異果同搶醋茶揾到想愛嘅東西冇呢？不要換麵包。好，來它了。然後我們今天有一個任務是要以物易物，請問我們可以跟你換東西嗎？可以啊。 3顆奇異果跟1個青草茶，可以跟你換嗎？好，那我跟你說，你這邊有1杯飲料跟3個奇異果，對，那您就3個小時，給你換6個麵包，好不好？好，謝謝。好不好？你就換6個麵包。好。哦，謝謝。謝謝你，謝謝。他換6個，好多。1個、2個，這個幹嘛？這個好，這個還蠻多。
好，我觉得会老板坚持。来，这是你们的面包。谢谢。好，不客气。谢谢老板。不客气。很开心，而且这个很多。可是有点不好意思。没，可是老板坚持。对，坚持。先问问看吧。好。不行再说，先走。先问一下，我们是48小时，我们有一个任务是要以物易物，所以我们可以跟你换东西吗？好，那你们要换6个面包，对，6个面包，你要1盒还是2盒的？1盒就够了吧？一盒会太？10盒哦。好 ，OK。好，那因为我在这里拿钱包买下一个。可以吗？那谢谢你，谢谢。风水做得好是咩点样？竟然嫌自家出钱同风水添完成任务，总算揾到1合格了呢。接下來就會夾賺到10合嘅T點。因為我們有天才推銷員葉怡婷，所以才可以換到這麼多東西。唔滿意，請揾到包小順嘅綠翠，還會揾到乜嘅呢？綠翠順是用水壺嘅揾到5度。既然有包小順同5度，咩基件至少揾300嘅，佢哋用還唔再適合嘅味道呢？換到1盒雞蛋了，換到1個就可以走了，快走！這樣啊，我們換多一點不是比較好？原來綠翠發現已經睇唔到風水，將手加穩掉嘅食材，就算日後比賽輸脫咧，至少還有機會啲下年嘅任務贏到進來。按樣嘅想法沒意見哦。因為我們還在拍照的時候，就看到紅隊長走過去，而且拿着1盒雞蛋，對，拿着1盒雞蛋，然後就想說啊，他們只有1盒雞蛋，那怎麼辦呢？因為我們知道我們一定輸了嘛，還在拍照，他們肯定贏啦。然後我們就想說，那我們不要浪費時間了，那我們就趕快再去換更好的東西，為了明天的食材做準備。就是這一局輸了沒關係，下一局把它拉回來。用東西來換東西嘅任務，恭喜風吹得2分，綠吹得1分。南台灣的這份也係年紀輕細的阿姨強簽時亮先，阿雷勇同阿福婷要繼續加油哦！一下老江頭揾到北台灣，後來今日來到基隆正濱吳公順的吳市場，也到今日頭一項任務就係愛買魚嘅，看圖買魚嘅。特需發400個元，愛頭限天嘅時間內買到正確嘅魚嘅，1米加1分。好的，78亮總開始。後面那有比較雜亂的事情，應該會有比較多東西。對，去那邊。也一貫愛靠大家嘅器材同觀察力咯。圖片上冇魚嘅名嘅。故所大家聽錯愛講到當準，將買遇到正確嘅魚哦。你先看一下有沒有像，它那個上面的旗是尖尖的。我以前是有去過漁港，但是沒有自己去買貨。你想要身上是白銀色的，身上白銀色，船長身上白銀色寫，大號吧？應該是胭脂虎。好，我都說好，謝謝你。那老闆，你知道那個在哪裡有賣嗎？今天應該沒有了。沒有了。再走看看吧。要不要猜猜看？因為他也是就是藍到淺，藍到白。我覺得會是他哎。好，就他。我這裡面是沒有。見到呢興係天拜來一隻魚港啊，一拜咩興係天拜切架來買魚嘅，我知道清河高。大家都唔記得出到嘅魚嘅相當樣嘅，同魚市場來去行嘅幾下陣都冇買到魚嘅，加油啊！時間唔到了。我們剛剛
是，我们刚是买这一只。老板，请问青鱼是这种鱼吗？刚刚那个照片是竹荚鱼，这是竹荚鱼。哎，刚刚那个照片有卖竹荚鱼吗？那竹荚鱼是有一只而已啊。好，那我们要一只竹荚鱼。活鱼，这活鱼哎。活鱼。哎，我的钱是不是在你那？没有，你的钱在你那。那我的钱呢？我钱不是给你了吗？你没有。王水都无简单，就得直接拿电图片去买鱼诶，没想到钱啥唔见摕咧。我们就各拿200放自己口袋啊，我的还在，然后我的买了这条啊，然后他就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了，很糟。我没买过鱼，但是我遇过一条鱼，大概就是60、70几块。想说是我的袋子在动。喂，这尾巴啦！这一只也是叫青鱼啊，它的台语叫飞灰，因为它后面有花花的，有没有？它是昂干最喜欢吃的，还有黄鳍尾鱼最喜欢吃的食物。所以它是食物链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食物。恭喜绿水两米5的都买错的得了2分，风水买错1米5的得到1分，风水买唔错5的钱还唔见摕，可以来记录晒心情都唔好呢。买好5的过后，下年的任务要同5的有关哦。捡5的。到限定的时间内，让鱼的处理好，还个煎鱼的。能人看见到样的，还个吃嘅米丝来打分数，这名次得3到1分。这样一刀下去到这边肚子以后，这边弄好了以后，我们翻开来。大家爱学自家处理鱼的同煎鱼的，看能人教学家下都蛮激样的，唔知大家会顺利完成任务冇啊？洗干净以后，好，我们就划刀，45度斜刀，这样划，好，这样划刀，这样45度，这样子鱼的受热会比较均匀。好，我们要煎鱼的时候，稍微抹一点盐巴。好，一点那个米酒去腥。煎鱼首先一定要润锅，不润锅的话，它会皮会粘住。好，润锅是什么润？润锅就是热锅冷油。好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起锅了。好，完成了。就是用刀子这样刮这个鱼身体，我想把它刮得干净，所以就刮比较久。好，再来换你了。最恐怖的动作我不敢看。哎呀，我是负责协助。对，这样画一刀，用力一点。我把它不干净了。哎，不要指望我。还有这个动作不是很精细。哎，你的身体很软。对啊 ，Q Q 的，这是刺哦。45切，然后让它的那个加速的平均受热。哎呀，你切太上面啊，中切一点。没有啊，都要啊，应该可以的。你先润锅，这个锅应该可以。我们还有15分钟，还有限时间哦。这不用切了，看了几刀，1刀、2刀，1刀、2刀、3刀、4刀、5刀、6刀，这里要6刀。那个处理鱼就是你那个刀，你的角度要对，或是那个要切头的地方，你2只手要配合。如果不小心的，因为手是要勾在腮底下，是要从手的缝切下去，所以万一你一滑，就把你的手就直接切过去。所以那些要2只手的配合，还有想要克服那个划下去的时候那个血喷出来的样子，很多人就不敢。然后或是那个。直接把那个整个勾出来的时候，就是哎呦，很可怕。那我们现在要抹盐，把油加下去啊，抹上去，抹一抹。然后我们现在来加一点米酒，让它提味。
面都要，主要是去腥和提加它的味道。不用，你这个很直啊，你这很直，你根本不用90，没有这样45度啊，这样是45度啊，你不知道吗？这样是45度啊，这样是90，这样是45啊。你想嘛，鱼是这样看的呢，你看鱼是这样看的呢，这样是直吗？黄凯成误会那个他要切45度角的那个意思。我的刀，你是不是没有用过？从来没有。我几乎连煮过菜都没有，我从来没有煮过菜。所以我现在在热锅。啊，热锅冷油啊，热锅冷油。哦，你过来，你错。我现在才想到，它这米酒去腥。先润一下锅子。啊？那是油，你放米酒。还有米酒。哦，谁？我还想怎么可能？不要加太多，不要加太多，你会酒醉啦！预备，1、2、3，再一下子吧。哎呦，哎呀，差点掉下去哟！啊？为什么没喷？啊，可能温度还不够啦。看起来阿玉娟同阿凯成平常时都冇去做下天数哦，希望佢到第一下唔會讓五個錢都出貨啦。我建议你先用锅铲把它捞进去好了，因为它水很多，我怕它就是油会乱溅。我的烟。我的手大，好恐怖。我们要判断熟了没的时候，要先用锅铲把我们刚才切下去的这个地方微微的压下去，看一下里面还是否是红色的。是红色的就要再煎，不是红色的就可以再翻一次面就可以起锅了。哇，冇想到阿里神都有經驗呢，搭鋪就做到又夾又好，還愛做到完美。唔但將青椒煎好食，還個煎來又一醬，唔知食起來你喜歡樣嘅呢？我們完成了。到明五嘅都有煎熟，五連同崩女咪都處理到動槍，大家都當用心呢。先生卷殼看外表同食起來嘅感覺來打分數半數樣。恭喜風吹第一名得到3分，綠吹雖然五皮煎爛鐵，唔過食起來軟嫩得到2分，黃吹未啲時間內煎好食得1分。一開就咕嚕嚕，一開就咕嚕嚕，一開就咕嚕嚕，條太熱。今日清明嘅任務係客家體考驗，考題咪動詞哦。客家考驗，請大家彈一條客家歌，韓國連登同彈到嘅記嘅翻譯出來，按錯一記就1分。吃東西係乜嘅意思？不會，那個吃東西。四唔識下講係乜嘅意思？小魚吃蝦子。眼神訴求嘅語言咪係一種溝通，看到主持人嘅動作，愛翻譯客家語腔咪唔係意難咯。恭喜阿玉娟、阿蘇爸各得到2分。全是是哦。今本日嘅任務已經歸海結束，北台灣係阿玉娟、阿蘇爸暫時領先，阿里神還停啲後面。下個禮拜再過來看下乜人會領先咯。繼續聽聽向下來去搞。Yeah，你講嘅冇唔錯，我是不愛做過。